呢個衝突會係短期定長期咧？一定會係長期，短期係停唔到嘅。咁就呢個咧，其實咧，當初已經將自己已經整咗兩個泥潭度㗎啦。好啦，長期説話咧，究竟係嗰個破壞要幾大咧？可以係好大，因為咧你繼續炸嚟炸去咧，第一嗰個石油咧已經嗰啲設施已經炸咗好多嘅，所以咧冇5-6年咧你都唔完得。好啦，咁就再加埋落去咧，如果你繼續炸咧，可能連嗰啲嘅海水化淡廠都炸埋，所以呢個係一個短期內係唔會完嘅。咁就以色列咧就係到佢嘅存在咧，佢係一定要對冧係伊朗嘅。伊朗咧亦都係同以色列兩個係世仇嚟嘅。咁咧就所以咧呢個係停唔到嘅。有可能啊，如果係咩説話，有可能以色列會出係核子彈添。喺我繼續之前，請留言、點讚同埋訂閱，開埋個小鈴鐺。我需要你嘅支持，先可以繼續。大家好，歡迎嚟到視頻。今日咧，我想講下金同埋股票。琴日咧嗰啲金同股票跌到阿媽都唔認得。點解咧？就因為 Donald Trump 佢話要係伊朗48小時之內開返嗰個荷姆斯海峽。如果唔係，佢就會打佢嗰啲發電廠，整到佢成個伊朗冇電。咁就最大嗰個就打嗰個先。咁咧就伊朗就話啦，如果你打我發電廠，我會打你嗰啲中東盟友啊、沙特阿拉伯啊、杜拜啊，所有嗰啲嘅海水化淡廠啊，同埋燃油設施啊，所有嗰啲公共設施，仲打埋你係嗰啲美國公司響中東嘅設施。咁樣呢個咧就對於成個國際咧係好大影響嘅，大家都可以諗到。所以咧，人咧就驚到咧就乜都唔記得嚇，都乜都賣。好啦，咁就但係咧就到琴晚咧夜晚黑嗰時咧，就即係我哋時間啦，夜晚黑嗰時咧，就當初突然間就話啦，我會將呢個攻擊延遲5日，因為我同喺伊朗咧已經傾得好好，咁就所以個市就即刻醒返啦！我哋一陣睇下。但係其實呢個咁嘅消息咧，就我一聽到就話呢個其實係當初又喺度講大話嘅，因為伊朗咧就係已經話咗，我冇同佢傾過，因為當初想同佢傾過幾次嘅，伊朗都話我哋唔會同佢再傾嘅，因為咧傾咗2次之後咧，都係傾緊中間，佢又突然間係攻擊我哋，所以咧就伊朗話我哋冇同佢傾，但係嘅事咧就照常一樣，因為咧呢叫佢哋係。炒Donald Trump 嘅 Taco， 佢講好嘢就升，跟住先至又落翻低。好啦，咁所以而家我哋先睇翻嗰個係美國股市先啊。嗱，睇下琴日一開市砰砰聲升，個機又係咁，收市係4萬5啊，4萬5，一開始由4萬8，即刻上到去4萬6。上到去4萬66，已經係升咗2點幾個 percent， 跟住咧先至慢慢回，跟住回翻落嚟，收市係1.338。咁呢個係好典型嘅一個係taco trade， 叫 Trump always chicken out trade 嚇。咁樣咧，其他嘅都係咁樣，歐洲股市砰砰聲都係上嚇。咁就咧睇翻係嗰個金啊。好啦，我哋睇下金啦。金咧，但係咧，金咧就照樣落喎。嗱，睇翻下，跌翻去440，有4400幾。呢個咧係因為佢哋話而家係唔需要避險，但係需要避險嗰陣時，佢就跌到阿媽都唔認得，係咪？需要避險嗰陣時，佢跌到阿媽都唔認得嚇。我都唔需要避險嗰陣時，佢就繼續跌。好啦，我哋而家咧又講下係講香港股市啊。嗱，香港股市咁已經跌到去24,300，係已經一段時間冇去到呢個咁嘅低位嚇。
咁但係咧，呢個係嗰個都仲係好多人都仲係驚呢個事嘅。如果睇翻嗰個市場嘅 sentiment，會唔會有機會落到2.4萬咧？好難講，因為嗰個而家你睇翻，因為始終佢都會跟嗰個國際市場去走嘅。如果因為嗱，我哋首先咧，如果要講啲股市或者黃金，一定要了解係中東嗰個局勢。嗱，中東咧而家睇上嚟究竟係會係短期搞掂啦，呢一個會係長期拖落去咧。我可以講俾你聽，嗱，Donald Trump 佢開始打嗰時咧，就希望佢係4日可以搞掂，因為佢咧點解咧？佢係可能就好多人就話佢係俾嗰個以色列嘅納坦尼亞胡係老點嘅。佢話咧嗱，你走去懟冧咗佢嗰個最高領袖，佢哋就會裏邊咧就會啲人咧就會反對，就會開始咧就開到門俾你入去嗱。咁咧佢話佢哋已經因為咧納坦尼亞胡咧，佢哋話佢喺裏邊嗰啲嘅間諜咧已經佈滿晒，其實係嘅。咁啊，佢認為咧佢就同當生講嗱，你一懟冧咗佢之後咧，就你可以入去咧，就即刻可以又控制晒佢，就換嗰個政權咧，就俾你去控制㗎啦。咁佢以為真啦，係咪？咁就周圍已經同全世界講話，我係諗住係做一個好有限度嘅攻擊嘅啫。咁我一聽我就話，點會你係有限度嘅攻擊嘅？你一攻擊嘅人哋就當你已經就係，因為其實咧，伊朗咧已經係等你喐手好耐，因為其實佢喺上次嘅12日戰爭裏邊半年前咧，佢最後尾其實佢嘅表現係唔曳嘅，佢有好多飛彈可以直情打穿嘅嗰個鐵穹咧，可以打到嗰啲以色列嗰個機場啊咁樣嘅，所以咧佢係有好多嘅飛彈咧係可以預備咗嘅。好啦，咁啊，但係當初佢唔理嘅，佢就諗住係4日搞掂，咁就嘣一聲，咁就本來咧就傾得好地地㗎，同佢傾嗰個話係唔俾佢嘅核武，伊朗係基本係同意嘅，咁但係當初咧唔理，就咧可能嗰個納坦尼亞胡咧就知道咧傾掂咗之後咧，如果你哋傾得好咧，佢就即係冇位㗎啦嘛。咁就即刻就叫 Donald Trump 整咗 Donald Trump 即刻開拖，咁佢就係嘣一聲諗住咧，唔知好似禮拜5日開拖咧，希望禮拜日咧搞掂晒，禮拜1開始咧就大家 happy 嘅咁樣。點知佢開拖之後咧，懟冧咗之後咧就嘣聲，但係咧就冇人話，即係全個伊朗都好支持呢個最高領袖，所以冇人開門俾佢嚟，就竟然咧。伊朗啊，即刻已經半個小時之後就即刻還手，即刻就射係飛彈去以色列同埋去美國嗰啲嘅基地，咁咧仲要射埋嗰啲中東油國嘅嗰啲嘅國家，呢個咧係 Donald Trump 係預唔到嘅，咁就仲加埋咧，跟住咧佢就已經 close 咗嗰個荷姆斯海峽。但係其實咧，伊朗咧開頭咧就已經講明咧係佢，如果你攻擊我咧，我係會關閉呢個荷姆斯海峽嘅。咁咧佢真係咁做，再加埋咧就係攻擊係嗰啲海灣嘅油國，呢個就係好大件事。點解咧？佢已經破壞佢啲石油設施。好啦，咁而嗰個佢封咗個荷姆斯海峽，就已經影響到全世界嘅石油價格，大家都知道。好啦。個問題而家就係咩咧？究竟而家係短期定係長期咧？究竟 Donald Trump 可唔可以短期之內可以搞掂佢咧？嗱，Donald Trump 咧其實佢開戰之前咧，佢嗰啲幕僚最高幕僚已經同佢講話：你其實你係唔夠飛彈打嘅，你唔夠彈藥嘅，你只可以打到係幾個禮拜嘅啫，2-3個禮拜嘅啫。佢就係唔聽，咁佢咧淨炒咗個幕僚添，咁跟住佢就去咧，因為佢諗住4日就可以完啊嘛。我話點知咧？原來伊朗咧佢哋有好多無人機同埋飛彈，佢哋所有設施都係喺地底嘅，所以咧你點炸佢咧，係都炸唔到佢嗰啲設施。同埋咧，伊朗係好大，係以色列嘅成可能20倍咁大嘅。以色列係好細嘅，就主要得幾個大城市。好啦，
以色列你炸佢，伊朗美國你炸伊朗唔緊要，因為佢地方大，9000幾萬人。但係如果伊朗炸翻你以色列咧，好快你就可以炸佢。同埋咧，伊朗如果炸你嗰啲美軍基地，事實上伊朗已經炸咗美軍嘅雷達嘅基地，已經炸咗成30個，所有嗰啲雷達咧已經大部分炸晒嘅。所以咧，美軍係差唔多喺中東咧係慢咗嘅。但係亦都最大問題就係咧，伊朗已經炸咗嗰啲嘅中東油國嗰啲嘅油田啊、設施啊，同埋佢講明下一步咧，要再搞咧，佢會炸佢嗰啲嘅係海水化淡廠，因為你中東咧，你知道佢哋係靠海水化淡。咁咧，如果你炸咗佢咧，就中東呢基本咧就係嗰啲人會好大鑊啊！真係我唔知佢哋會點樣生存啊！好啦，另外一個問題就係咧，Donald Trump 到而家佢話我想同你傾停戰，但係佢嘅要求就話你要伊朗要完全放棄核武，同埋咧完全要唔俾有係火箭飛彈咁樣咧，同埋又要唔俾你有其他嘅嗰啲嘅同盟啊咁樣啦。呢個咧伊朗咧係話係同意冇核彈，但係佢又唔同意話完全放棄飛彈，所以呢個咧就傾唔掂。嗱，伊朗嘅要求係咩咧？停戰要求第一就要美軍完全離開中東，咁就呢個咧美軍係唔會同意嘅，仲要加埋咧係美軍咧係要係唔係美軍啊，係美軍又好，同埋佢嗰啲中東盟國又好，要賠償佢嘅損失。咁啊，另外就係要將所有嘅制裁完全係 lift 咗佢，係取消所有制裁。咁呢個咧，第一呢個係你要美國賠錢退出中東，佢一定唔肯。雖然而家佢都翻唔到中東嘅，因為佢已經所有嗰啲嘅設施已經打爛晒嘅。咁但係佢唔會係正式話我會撤離中東，一定唔會，因為變咗佢係輸，美國就永遠都唔會輸嘅。好啦，而家發現個問題就係美國，你甚至佢真係想落台，因為個個都係講緊當初咪揾緊落台嘅台階，叫做 off the ramp， 但係咧佢揾唔到，因為咧美國你要走嘅説話咧，你退兵可以退兵咧，但伊朗話我唔會停戰嘅，你退兵咧，伊朗會係繼續打以色列，咁就美國就一定要支持以色列。我諗你哋都知道咧，點解咧？因為以色列咧嗰啲猶太嘅金主咧係捐好多錢俾所有美國嘅政軍啊，所以咧佢哋個個都要支持嗰啲猶太金主嘅，所以咧一定要支持係以色列嘅，無論使幾多錢。所以咧，當初佢話要退軍，佢可以退，但退完之後咧，伊朗一樣係炸以色列，當初一樣係要幫係以色列，一樣要嗰啲軍隊啊，你嘅啲戰艦啊繼續去，同埋當初而家仲話要係響日本咧已經 send 咗係差唔多四千幾海軍陸戰隊去諗住係登陸伊朗嘅一個島嘅。咁啊呢個咧個人都話呢個係一個自殺嘅 mission 嘅。你係點登陸咧？因為你上到之後咧根本就守唔到嘅，就會不停會有飛彈嚟炸你嘅，無人機嚟炸你。所以咧呢個亦都咧會係呢個衝突會係短期定長期咧？一定會係長期，短期係停唔到嘅。咁就呢個咧，其實咧當初已經將自己已經整咗落一個泥潭度㗎啦。好啦，長期説話咧，究竟係嗰個破壞有幾大咧？可以係好大，因為咧你繼續炸嚟炸去咧，第一嗰個石油咧已經嗰啲設施已經炸咗好多嘅，所以咧冇5-6年咧你都唔回得。好啦，咁就再加埋落去咧，如果你繼續炸咧，可能連嗰啲嘅海水化淡廠都炸埋，所以呢個係一個短期內係唔會完嘅。咁就以色列咧就係亦都佢嘅存在咧，佢係一定要對冧係伊朗嘅。伊朗咧亦都係同以色列兩個係世仇嚟嘅。咁咧就所以咧呢個係停唔到嘅。有可能啊，如果係咩説話，有可能以色列會出係核子彈添。如果咁嘅説話咧，伊朗亦都會出。雖然佢話冇核子彈，
佢可以會出嗰啲叫做係 dirty bomb， 亦都話咧 dirty bomb 即係佢飛彈蓋裏邊有核子原料嘅，咁變咗佢將嗰個輻射原料係擴散，咁咧同你有核子彈一樣嘅。另外咧，俄羅斯已經講咗會提供俾伊朗係核子彈，巴基斯坦都係咁講，所以咧呢個咧仲會有可能會做到有核戰。好啦，呢個咧就係一個係好大鑊，好大鑊。好啦，喺呢度嚟講咧，就係中國咧係一個得益者。點解咧？因為伊朗佢話係關閉咗嗰個荷姆斯海峽，但係佢容許俄羅斯同埋中國嘅油船經過。仲要佢講咗話咧，如果你邊啲嘅國家要買油係用人民幣支付嘅咧，就俾佢通過。咁啊呢個就美國就一定唔制㗎啦。咁就歐洲嘅咧都或者都可能都會制嘅。就沙特阿拉伯已經講咗已經係肯嘅，因為其實沙特阿拉伯一早已經有同中國已經簽咗咧，係有用人民幣支付嘅石油嘅協議嘅。所以咧，中國就係會係一個最大嘅得益者。咁其實中國一向都係唔缺石油嘅，俄羅斯又有。咁啊響伊朗不嬲都已經有，沙特阿拉伯亦都係有。咁佢天然氣咧，啱啱咧佢哋同嗰個係托夫曼咧，係亦都佢哋已經有簽係天然氣嘅供應。所以中國咧亦完全喺石油方面咧係冇問題嘅。佢有已經200幾至300日嘅儲量。咁同埋佢哋已經開始咧係將佢轉做係用電嘅好多嘢。咁咧10年20年之後咧，都已經差唔多可以去將好多嘅係嗰啲石油嘅需要石油嘅嘢咧，會 replace 咗。好啦，咁所以咧講翻呢樣嘢，中國會係呢一個衝突嘅最大嘅得益者，因為佢會鞏固咗佢喺中東嘅地位。因為其實咧，中東嗰啲國家已經要求咗中國去做調停嘅，中國已經派咗人去嘅。咁所以咧，人民幣個地位會更加鞏固，而咧美元隻銀美元嘅地位咧就會將會係更加快衰退，因為已經中東亦都因為中東嗰啲油國最大嘅嗰個有錢佬已經出封信去鬧 Donald Trump，佢話你點解你開戰之前你唔同我哋傾，開戰之後搞到我哋而家一鑊熟咁樣咧，就中東已經係諗緊咧點樣響美國撤資㗎啦。因為其實咧美國股市大部分都係中嗰啲石油嘅美元咧，全部都係中東去嘅。咁你如果你懟冧咗中東嗰啲石油設施咧，咁就基本咧石油美元咧就係玩完嘅。咁佢如果啲人唔需要用美元咧，其實一早個個都想將佢係去美元化嘅咧。嗱，而家咧加埋咧嗰個中東買油係用人民幣，唔用美元，咁嘅説話你更加咧美元咧嘅越嚟越係衰落㗎啦。好啦，人民幣咧就將會咧，我哋睇緊咧係石油人民幣嘅年代嘅，所以咧中國咧係最大嘅得益㗎，同埋咧而家喺嗰個石油價格咁高企，同埋咧中東嗰石油嘅設施，但係毀壞得咁犀利咧，就嚟緊好多年，再加埋美國自己嘅本身嗰個好多嘅問題啊 ，AI 啊，而家嗰個係叫做私募信貸啊，所有嗰啲問題咧係會好大鑊。但係咧呢樣咧美國咧嗰個市咧係反映唔到嘅，因為美國市咧而家完全咧係癲咗，同埋咧係炒 taco 啫。當 Trump 講句嘢，佢就砰砰聲炒，跟住之後就落翻嚟，跟住咁樣上嘅啫。呢樣嘢咧就係中期，你話中國嘅崛起咧，同美國嘅繼續衰落咧，係中期先睇到嘅。好啦，咁所以而家呢個時候咧，我就覺得咧，係可以入係中國嘅市場嘅時候，同埋香港市場，因為其實已經有好多消息講緊咧，好多中東國家已經係響美國抽資，就係入落去香港同埋新加坡㗎啦。咁所以咧，香港咧會係一個好大嘅得益者，因為佢裏邊有好多中國嘅股票係香港係掛，同埋咧
中國最近已經搞咗嗰個金嘅 custody 啊，即係嗰個儲金嘅黃金嘅一個設施係中國擺喺香港嘅，所以喺香港咧，喺金融咧同埋中國嘅科技咧，將會有一個好大嘅一個潛力。而家你睇翻佢咧，喺嗰個睇翻喺一年嚟講，開始已經回翻到從280028000已經回翻到24000，有可能再回嘅説話咧，我哋就會留意佢，睇下可以喺呢個時候可以入市。咁同埋咧，基本咧，中國係作為一個長遠嘅一個升勢咧，其實嗰形勢已經完成咗啦。因為咧，中國要穩定嘅長線嘅升，即係叫做係升市咧，就要有幾個因素。第一咧，要美元要弱，人民幣要強。而家已經嗰個石油美元啊，已經同埋好多人已經可以正式可以取替美元嘅説話咧，咁就已經第一個部分咧。第二咧，中國咧嗰個芯片咧係可以自足，係唔需要靠美國。嗱，呢個亦都已經係可以成立咗嘅。雖然咧，佢嗰個尖端芯片嗰個咧係始終仲未係可以達到美國嗰個水平，即係譬如你話佢會唔會做到2納米啊嗰啲咁樣咧？可能未必得，可能佢而家做到都係5納米，但係其實咧喺普通嚟講咧，已經完全足夠用㗎啦。咁佢亦都咧中國政府已經講咗咧，係唔買係美國嘅芯片嘅，即係咧係中國嘅芯片完全可以自給自足，中國仲可以製造嗰啲係光刻機添。所以咧呢方面咧，中國亦都已經完全可以脫離美國嘅控制。好啦，另外就係 AI， 中國其實 AI 已經係超越咗美國嘅。其實美國裏邊嘅 AI 公司好多都要請中國嘅工程師，所以 AI 亦都係開始已經係超越咗美國。其實美國 AI 咧係雖然使咁多錢落去，好多錢咧係可以講係嘥嘅，因為其實美國咧因為應用 AI 場景係好少嘅。佢哋而家 AI 佢所用到咧都係喺 YouTube 裏邊做啲假嘅新聞啊、假嘅音樂啊、假嘅 video 咁嘅啫，所以呢個係好啊。同埋咧，佢 AI 咧就係取替咗好多嘅中級嘅人員，所以呢個係一個好大嘅問題。而中國咧就反為咧 AI 嘅場景係好多，喺生產啊，甚至而家喺機械人啊，好快已經機械人已經識得去打功夫跳舞，同埋咧佢都平過美國好多。仲要機械人啱已經出嚟咧，就係講機械人可以直喺養老院嗰度、老人院嗰度開始工作啦。所以呢啲所有咧係好快已經係實現咗，已經可以喺推咗去全個人類、全世界添，好快。所以咧喺中國咧嗰個佢長期嘅一個叫做繁榮咧嗰個形勢咧係已經係完成咗啦，再加埋中國嘅叫防衛能力咧，已經係而家係好強，根本美國已經冇人夠膽再挑戰中國嘅軍事能力㗎啦。所以咧，美國唔可以挑戰你嘅軍事能力，亦都唔可以挑戰你嘅財務能力，亦都佢嗰個中國嘅所有嗰個衛星系統亦都咁完善。因為伊朗呢度點解能夠打得咁準咧？嗰啲飛彈就係因為佢用咗中國嗰個北斗嘅衛星系統，所以其實咧中國咧係所有嘢已經好完善嘅啦。所以而家咧好啦，我哋已經講得差唔多啦。而家嘅咧就我嘅建議咧就係喺適當時間咧，大家可以進入香港嘅市場、中國嘅市場。呢個咧，我覺得係而家差唔多一個係睇下幾時你可以買到最好嘅價錢。咁就黃金嘅説話咧，就即係比較失望啊！需要你避險嗰陣時，你就跌到阿媽都唔認得。好啦，到個個都好咧，你又仲繼續跌，所以要大家留意啊！因為其實黃金呢樣嘢咧係
係只要係雖然話係歷史嚟講咧，都係一個避險嘅一個工具，但係其實咧佢嗰個價格咧係可以受到操控嘅，唔似係説嗰啲中國嘅股票係有一個係實體嘅一個即係產能去 support，咁所以咧始終如果你突然間唔知點解係嗰個黃金嘅價格係唔知咩原因係跌翻落嚟咧，你係好難去控制佢點解嘅。咁樣所以咧，大家都開始留意係可唔可以係咩時間可以離開黃金或者美國呢個市場去入中國同埋香港嘅股市咧，呢個可以大家可以研究下。好啦，咁啊今日暫時係講咁多先，咁就係如果你認為係我講翻係值得去參考嘅咧，請點讚、分享同埋係訂閱，響埋個小鈴鐺分享。好，暫時咁先，拜拜。